好。1643年8月初7，游玩和以前相像的风甲天气。要到中昼的时阵，看见一只大船对南方过来，就派高级大工 Simon Cornelius 随去遐。伊伫个要暗暝转来港内，早会消息讲，迄是边队迄船 Danzier 号。是对暹罗来的，载有米、茶头、椰子、油、橡芽、椒门等等。总价值是7500外毫吨。伫个7月初4出航，途中遭遇强风，直到因的大桅杆对 Visual 以上迄段拢压制去。Visual 是啥？无翻啊，敢若四卡。Visual 是固定桅杆的宽卡哦。这就是顶头一个宽啦吼。直到因的大桅杆的 Visual 对 Visual 以上拢断去吼，因此上桅落落来吼。就是拄着风台啦吼。即只对暹罗来的大船，对 Rainier van Zoom 阁下会来批。即个人是啥物？即个阁下是啥物人？讲 Rainier van Zoom 会对主卡写讲，伊是伫个1629年后无偌久伫个暹罗担任助理，1637年升任下设商务员，1641年升任上设商务员，一直到1643年，就是咱即摆读的即当阵吼。伊即个官阶就是上设商务员，伫个阿尤塔亚担任公司的主管。OK，1644年以特使的身份来访问暹罗。1645到46年伫个日本出岛，担任公司的主管，然后转去荷兰。所以1643年应该是伫个阿尤塔亚毋知啥物所在吼，伫遐做主管。讲对即个 Rainier van Zoom 即个阁下会来批有注卡，无啥物好看哦，物件偏好尔哈。注卡知影讲，大船Swan号已经伫个6月30号满载着各种货物出航前往日本咯。也得悉有一只船对高志载各种高志就是高志嘛，应该算越南遐嘛吼。胶质，稍等下我查一下吼。高志是越南啦吼。即嘛啥物所在毋知呢，看不出来。另外我查一下，这要安怎读高志应该无毋对啦。查即个志哩。高志着。甘字顶有收即个志哩吼，读志。大理大书顶嘛有收高志即个词吼，讲是古早安南国南边的国名，约现主时的Cambodia，所以高志现主是Cambodia遐吼。
看下地图咧哈。我是只慢动作电脑，大家较忍耐者。哇，这电脑嘛久啊哦！我拄搬来遮无几年买，应该要10年啊！不过遮速度遮慢。Cambodia 伫个胡志明吼，西港的北边啦吼，西北边遮吼。交址对，我印象中较早看过地图，写有交址嘛是伫个即个半岛的即个南边吼，南边角啊遮吼。OK，Cambodia 即嘛即个即个叫做 Cambodia。好，咱等下来一只吼，讲即只大船6月30号满载各种货物出航前往日本。也的确讲有一只船对交址载各种粗劣的支那货物到遐吼，到陷落遐。再有支那人甲日本人，今年无支那人的篷船去过遐吼，因为迄边一直拢无离可渡吼。去年12月30号，迄位老国王乘船的一个行李珍舟船来切划攻击现在执政者，已经占据王宫，国王逃走，看起来除非是领导失误，王冠会搁再归行正当的物主，伫遐用国王的费用建造的迄只。计划要航往日本的篷船也未做好，因此该船的出航已经延期到后一个季节。伫个澳门的葡萄牙人的生意还阁逐工咧衰退，因新造的船也无货物会当装，无奈来停泊伫遐。对一个名叫做 Franz H 的人的批信得实，对柯林吉尼号甲8号被活掠的荷兰人，伫个交址被虐待了，非常的可怜。就是有2只船啦吼，船名就拄则讲的柯林吉尼，我后白念的吼，8，这2只船吼，被活掠的荷兰人吼，伫个交址被。非常比强虐待啊，非常可怜吼。详情记载伫个该批信内底，然后这个批信是一个叫做 Franz H 的人所写吼。今仔日甲樟所买的糖落来，对船顶落来吼，即寡糖一般拢阁算好吼，含顶回载来差不多。虽然结晶啊，但是真淡吼。这是即寡糖会产地的一般不良状况，因此即寡糖较差，所以只干那付一担4厘的价少。要暗嘛派去芒港的代表对芒港转来报告讲，迄边的碉堡规个拢浸伫水里。毋过若是用迄个插头漆啊吼，木桩啊吼，插漆啊。茅草甲石头当做填起来，甲吞起来吼，也是真容易会当医治吼。因为即寡物件有可能出敌，因此就下令来修理。希腊人嘛已经同意以合理的代价去搬运即寡物件来，就安尼解决了该中事的困难。就是芒港遐，咱足早以前咱就。伫个注脚有看到讲，即个碉堡无介久，就叫海水冲歹去，起无偌久。啊，另外即嘛，就浸入水里啊。要预防，就爱个
开钱请希腊人来募即寡材料来。好，咱继续甲日志最后一段读了。也对即只对芒港转来的篷船接到一张中尉Thomas Peddle 来批。Thomas Peddle 是人是伫淡水啦这应该是对淡水来批。台北的淡水即嘛北部的淡水。讲即张批是对一只对淡水芒港什么意思淡水芒港的小篷船处置的。写讲迄边一切良好，已经真久无落雨，详情刊在伫该批内底。过来是8号我拄则我甲各位小解一本书，我这两天才看到一本小说名叫做《日兰家之泪》我有写伫即个 chat room 内底各位当去 Google 这是一个荷兰人写的小说但是伊可能含即个小说内底即个主人是共一个家族的啦小说即个内底即个主人是一个宣教师来荷兰遮宣教，是末期最后的其中一个宣教师最后一期的，因为陈成功来了后。我看迄个扑克来，伊的网站是安尼写我甲头前即段念者就好讲1661年9月，围困日兰遮城4个外国的国姓爷陈成功邀请被活掠的荷兰人参加盛宴。即段故事背景爱就讲者，无你可能毋知陈成功伊为即个日兰遮城为几啊个月，应该毋若4个月啦伊为几啊个月一直拢攻袂落来你看即个城偌歹攻袂落来，伊会兵伫外围，甲即个城围起来代表伫咧攻袂落来。所以呢。感觉伊就请一个牧师，即个牧师当然是因厝的人，伊敢若是查某囝，搁伫咧城堡内底，因某嘛搁伫城堡内底，伊因为去即个北平遐去巡查伊的管区啦，可能是新港遐结果即个陈成功来的时阵围城的时阵，伊才无法度。转去城堡内底，结果去互陈成功活掠去我即摆讲的是另外一个宣教师迄个宣教师叫啥名？时也袂记伊派即个宣教师入去城内底去甲因劝降，但是伊入去城内底了后，伊甲城内底的人讲：恁来搁坚持落，恁来搁坚持落就对啦。意思陈成功遮拍恁拍袂来OK， 我即摆甲你讲即段故事，就是意思是讲。即嘛，即个陈成功，伊还袂甲即个城攻落来OK， 1661年9月，围困日兰遮城4个外国的国姓爷陈成功邀请被活掠的荷兰人来参加盛宴。所以伊即当摆酒桌啦，邀请即寡被活掠的荷兰人来参加即个来接待。宴会结束了后。敌军士兵蜂拥而入将所有的荷兰查甫人斩首。在场有一位荷兰牧师，也是另外一位拄才讲迄无共我咧以为应该是迄个牧师入去劝降失败了后，陈成功就无客气就来即出的在甲即个宴会了后，甲所有荷兰查甫人斩首，在场有一位荷兰牧师，是另外一个牧师足少年的。伊试图用言语甲祈祷来安慰别人，伊逐个惊着嘛，你也去睇伊家己对即个少年牧师，伊家己诚做一个刽子手我袂晓讲，刽子手的最后一个受害者，就是抬到最后一个。
伊轮到最后一个就对了吼，这个牧师吼，因为负责甲其他人安慰的祈祷啦吼。这位牧师叫做Arnoldus Winsemius 温世缪吼，温世缪吼，27号，这是这本资金嘛，荷兰遐之类这本小说的故事的主人吼，所以这本就是你讲，就是讲这个主人是安怎来到Formosa吼整个故事一直到伊可能到最后这几讲吧吼，这本是根据可能是根据这个牧师所留下一寡资料，佮迄当阵的一个荷兰人历史所写的吼，所以就是咱即满咧读的这个热兰遮写日志的翻译的教授叫做江树生嘛吼，江树生伊讲，这是一本相当接近史实，互人非常感动的历史小说吼。的确，这个故事非常值得早转来台湾分享给台湾的乡亲吼。所以是我看嘛，前卫出版社出版的吼。当然是原文应该是荷兰文写啦，翻做中文吼。各位有兴趣再去出来看吼。OK， 咱转来日志遮，为什么讲啊？因为我要读后一篇，想着讲先甲各位小解一下这本书吼，这个小说。各位你若这课外读物啦吼，你加看一寡吼，对咱读这本日志应该就有帮助。而且你读这本日志，你对这个时代背景吼，你会理解。其实我相信听啊即嘛各位吼，对荷兰时代的理解比全台湾2000多万人，你排伫头前可能100个有啊吼，无100个嘛1000个啦吼，可能无可能甲1000个啦。对荷兰时代有了解的人足少个吼。8月初8，西风大扫好天，彼对阵热夜号来靠这个栈桥吼。开始落这个所在过来的米，因为必须要把米搬到这个城堡里，所以进度非常的慢吼。接近中昼的时阵，有一只小胖船对瓦堡来到遮，瓦堡毋知啥物所在吼 ，WAPAU 对这只船的船主得瑟，因为暴风来驶到近海的迄只老印的胖船，老印是生理人吼，生理人。迄只老印的胖船呢，顶头有讲过，迄只船已经被军门完全甲没收，无希望通归还，只敢若归还属伫一关的迄2箱钱。即个代志，互4个贸易大特殊，因为遭受损失的。生理人即嘛无法度，无即个气力，搁去买新货吼，无资金嘛吼，用来运来到遮吼，就是无钱，无法度通搁去买新货来再来台湾，再来即个佛罗摩萨遮。而其他的生理人因为旧年的反感吼，已经无兴趣搁来取地吼。旧年反感应该进前算共钱样共签着了吼。所以因反感，所以无兴趣过来取地，因此即道即个南方贵族吼，可能无人或者是真少人会运死来吼，再死来。虽然即种情形无好，但是阮嘛无法度吼，无能为力。今仔日有下日的船只来到遮，所在好物甲人数如下。毋是一只。胖船来对芒港来，再来300张落坡，再14个人，这是上述代表取回迄张坡的对淡水来迄只胖船。这是你写啥？这是上述代表取回迄张坡的对，迄个
写了无好啦，所以无容易理解。好，两只高野船来对本港来载咸鱼载12个人，一只高野船对南方载茶新转来载6个人。8月初9，西南风好天，中岛澎船阿克迈尔号到遮，报告讲本国个5号大船沙曼德号已经到平湖，该船伫咧今年6月24号单独对巴达维亚出航，再来总计达415000毫吨的5000外毫吨的货物。商务员 Dirk Schultens 港船所载来总督阁下含等印度议会详细批信甲其他物件。对几站代志下达命令，详情记载伫迄寡书信文件内底。即摆拢歪写呢，所以咱拢毋知影啥物吼。较早拢会直接伫咧日志，拢会去定抄一遍吼。咱对即个情况感觉非常的为难吼，因为阮无大船会当去落，甲迄寡归国船只的船载来物件落来吼。并且送回去，互伊装运，吼，因此就决定，即段大家听有无？就是因来的船，毋是直接到瓦港来落货，吼，因为爱派一只船去接货就对啦，吼。而且派去接货的，佮载一寡货去顶头，吼。因为即摆欠即种船啊，吼，无法度人则感觉真非常为难吼。因此就决定讲要尽量较紧甲即个边堆船这号的顶头物件紧甲落来吼。只敢若留一寡要载去日本的货物吼，以便佮载一遍派伊去平湖对该大船落货吼。所以即只沙曼德号是到平湖啦吼。因为听讲该船上紧也爱伫咧9月10号才会当前往遐，所以希望伫咧即个期间，佮有时会当运来处队。虽然讲看起来并无乐观，有一只对安海顶队来的即个篷船，讲有一只大的运输篷船将会伫咧10到12天内，来到遮，原上帝互即个。诚做事实吼，或者代志诚做事实。毋是干那讲是一张空话尔吼。今仔日对规个所在有船只来到遮，对时若有4只篷船来，再有1批米、盐、落坡，对时若运落坡来台湾，以前敢若拢毋捌记载过，无定即个原文写毋对吼。因为台湾都有落坡啊，无可能对外面搁载过来吼。有一只对福州吼，载12000罐西那啤酒。8月10号，风甲天气有完像昨1643年8月10号吼，积极快速对上述的边堆船来落货。要暗仔的时阵，派已经准备好要去装运米的篷船奥克马尔号出航去平湖，早一张飞去，互大船沙曼德号的主管，就是伫平湖迄只大船对巴达维亚来即只大船吼，伫平湖。接着牧师Merkinio 对大白莲社寄来一张批，并且送来6个卫令，带伫咧塔楼社大楼社。甲附近的村社的死仔人描述是安怎甲即寡人掠着，并且讲迄个 McKinney 已经就是即 McKinney 应该是 McKinney 哦，拄则迄个牧师吼，结果共一篇内底即个拼音写无共吼，伊就是 McKinney 是 NIO， 即只是 NIUS。并且讲，该 McKinney 已经搁再新处理吼，搁再新告了吼。
以后若阁看到任何的新仔人留踮咧遐，拢会由当地的居民押送来即个城堡，接受各种处罚。今仔日有一只高野船对南方再查身转来，载6个人。8月11日，西风打扫好天，认真伫咧落迄便对船顶头好物吼，但是进行甲无像所希望的遐尼紧吼。下晡有9只篷船进入即个港岛。其中有2只来对坎保利亚来，是属伫行李人北库含山水的船，即2个行李人吼，北库甲山水所在货物总价如下：伫北库的篷船载有15块钱的米、7担色料、2担象牙、11担牛皮。20担藤，甲15担的蜡，再有59个人。伫山水别号叫做 Jan Sweeto 的篷船吼，即个山水即个行李人，佮另外一个别号人叫做 Jan Sweeto。伊的篷船内底载有80担坎保利亚的即个核桃吼，核桃毋知安怎讲吼，核桃。还是核桃，250担的米，50担树木，12担象牙，10担蜡，6担的牛皮，30担的水牛角，20担的白豆蔻，甲10担的色料，载85个人。有2只对平湖内的篷船载有5只牛，100担的米，20担的盐，25个新仔人。一只对烈士内载有60捆的茶帮，15个人；一只对海亭内载有150担的盐，23个人；三只对金门内载有70担的盐，80担的米，1100捆粗灰仔，20纳米粉，2担茯苓，7担水银，50匹红色彩绘的料条啦吼，料条布。含75匹的用布，载94个人，因为欠少荷兰的船只和新仔人的船只，所以鼓励上述的行李人，甲载12000罐新仔白酒来迄只篷船的船主吼，请因伫咧落河了后，随为公司去平湖装运停伫遐的大船所载来货物，因答应要去伫咧2-3工内准备好，希望迄当阵大船已经到，以便来装运大部分的货物。因为用即寡小篷船，即工会当装运一点点嘛。如果若毋用迄寡大篷船去落迄寡荷兰船的货物，迄寡荷兰船就袂当早日出航前往日本，安尼就损失吼。8月12日。西南风打扫好天，还阁对即个便对船热号来落雨，并且伫咧固定伊的桅杆。下晡对西那沿海有下列的篷船来到遮，就是2只对烈士来载90担盐甲20担米，47个人；一只对平湖来空船载7个人；一只对金门来载300个铁鼎，400捆的粗灰仔，24纳茯苓，6包空安布甲20匹用布，载70个新仔人。有一只来对瓦堡来载20担米甲100个铁鼎，载20个人。一只来自安海载140担米7个人。对安海来迄只篷船的船主甲阮讲，迄边传说啦吼，讲最近会有一只大的运输篷船会进来台湾遮。阮非常期待该船的抵达，不过对日本所需求的会欠真多吼。8月13日，
8月13南方天气悠远像昨昏，要到的时阵，有一只大胖船对岸海来到遮，载来约1000担的糖，是属伫生理人食心的。对该船船主知影讲，因出发的前几工，罗迪亚就是另外一个生理人吼，别号叫做杰森纽，已经对广东转去遐。伊计划无偌久，就会坐迄只已经装好停泊伫遐的运尸胖船前来取代。讲即个罗迪亚啦，已经对广东毋知转去遐是倒位吼。伊讲伊计划无偌久就会来台湾啦，吼，来福摩萨。愿上帝带领该船及时前来，以便会赴伫的即个季节来运往日本。又搁得悉所有沿海官吏拢一律被国王调换去朝廷，因此官吏一关来剃掉头毛，要去出家，要用即种方法来即个闪避吼，去见国王。以前伊无法度拒绝去遐吼，但是伫时仔感觉着皇帝陛下袂如此允准吼，也是会调换伊去。1643年，崇祯16年吼，所以这只国王讲的是崇祯哦。好，继续。我来感觉怪怪啊，看起来应该崇祯应该是当阵已经无可能去什么调所有人去遐，哪有可能？我看卖吼，崇祯是当时掉头自杀的。我认为这讲的应该是清帝国啊，所以迄个一关在吼无意啊，假无意吼，讲要出家吼，要剃头，要出家无意思讲无爱去见即个大清的皇帝吼。1644年4月25号。1644年吼，所以也未死。哦，安尼真正讲的是即个崇祯。好，8月14，咱继续看。即嘛日子真正拢转变笑谱啊尔吼。8月14，风甲天气悠远像昨昏落。甲昨昏所收买的糖再来糖落了，拢结钱了真好，也相当的打扫吼。下晡有下日的船只来到位所在好物甲人数如下：一只来自历史载70担盐、40稻米、20个人；一只高野船对北方的淡水来，再来2张批，一张是队长哈罗士。哈罗士其实是伫咧归人啊吼，四期7月22号的来批，另外一张是中尉佩岛，吼，这个就是淡水遐的中尉佩岛，四期7月28日来批，并无啥物内容，看即寡来批就知影。暗时有一只胖船对金门到遮载有下日的好物，240担糖，1500罐鲜仔麦仔酒，15担红色的色料，4担茯苓加60稻米。1643年8月15。8月15号，西北风大扫好天，变尾船2号落雨完毕。议长甲议会决议，该船要装糖做地藏物，伫后礼拜1或者是拜2派往平湖，要去遐对沙曼德号，就是迄个对巴达维亚来只大船吼，要转载大项的好物，以及要载去日本的好物，航往日本吼，详情记载伫咧决议录。下晡，胖船奥克迈尔号对平湖来到遮，再来大批布料，因为该船袂当做一个载米转来，所以随互伊紧甲号落来，伫咧沿岸搁命令该船明仔载透早就出航，要搁去平湖载米转来。约伫即当船看见南方有一只荷兰船，
所以就随派领航员 Simon Cornelius 去遐，但是因为西北风该大船无法度通前进，只好停泊伫南方的远远的所在。今仔日有2只高野船出航前往南方，载审查载12个人。8月16，西南风好天。早起上次迄只快艇划过来，约伫9点钟来入港，是司令官Bex 伫东京的舰队中的快艇 Voss 号。对该快艇的船长甲 Brockhorst 先生诉期是7月20号的来批。得悉互人心内艰苦的消息。首先，对该船长的报告甲日记，知影讲今年7月7号透早，趁着陆风，该栋快艇 Witness 号甲 Waterhound 号沿着江巴沿岸航行。江巴是伫越南北边外海，沿着江巴沿岸航行，毋是外海，伫海边啊，迄个河岛伫因的东北北方有一粒岛啦，就是泰国河岛伫因的东北北方。迄时看见距离因约1里半的西南西方的一个海湾里有真侪船只，迄是江南的加利岩船，约有40到50只每一只配有40到50支的即个划桨过桨你若要讲就是过桨桨是桨我查一下大理大书店。大理大书店收即个词过桨划桨过桨，音就是过桨，过就是划啦划船迄个划每讲即只咱搁转来第2只讲因就是即个快艇日志写讲7月7号透早趁着陆风沿着江巴沿岸咧航行嘛迄个河道伫东北北方嘛迄当阵看见距离因1里半的西南西方的一个海湾里有真侪船只迄是江南的迄个加利岩船约40到50只，每一只配备有40到50支的过桨所以是大船啦30支、40支、50支采大炮。阮经过迄个头前的时阵，迄寡船全部出海，完全无想到讲因会敢来攻击阮因此因继续沿着海岸航行。当因伫咧做早岛的时阵，因急过入去因的船队就是即寡船过入去因船队内底。即当才警觉着讲。因已经被敌意咧追赶，敌意来追赶，因此因就被剪好咯迄时因就开始猛烈射击快艇 Voss 号，嘛有射着嘛算有弹着啦有即个炮弹有弹下去，有拍着。伫短时间内就发射来5发炮弹，甲前围楼甲顶站即个4角棚拢拍歹去，大桅杆和上桅嘛已经去用拍了几啊位主要是伫咧瞄准迄支圆幕，伫咧第一道射击的时阵 ，Voss 号的补给杆就去用射死，去用打死。迄时因也用大炮，真可能来去攻击因。时间愈来愈渐前，无风，过了无偌久，
迄个 Voss 号就离开，因就分做两队，第一队冲去 Waterhound 号遐，另外一队冲去 Witch-Dennis 号遐。司令官 Bake 坐伫即只船顶吼，因发射大炮，速度真紧吼，就敢若像即个士兵伫咧发射步枪安尼。因此 ，Witness 号的大棚甲三角棚碎落来吼，碎放落来，大桅杆落出去船外，船开始烧起来。另外一只船呢，因为电机无风，无法度去救援。Waterhound 号嘛被暗来围困，三角棚嘛拢落来吼。船长 John Hanson 补给官含一个炮手吼，伫咧第一波射击的时阵，都已经被弹死，大部分的棚含迄个圆幕拢已经被射歹去，叫大歹，叫炮拍歹去就对啦，无通使用吼。迄时快艇 Voss 号停泊伫遐 ，Waterhound 号弹出真好的炮弹吼，有2只加利演的船应声烧起来，倒起来吼。迄时该船嘛行离遐，前往迄只已经倒好的 Witness 号停泊伫咧附近吼，一直到迄只船爆炸起来。发出极大的爆炸声，即场爆炸无可怀疑，也一定互即个敌人袂少的损失，因为因瓦近迄只船对其他船只的估计，迄只爆炸的船载有66个航海人员，包括司令官、贝克甲所有的官员以及11个士兵，总计77个人吼。原上帝人民因的灵魂随后敌人随航往海边，无搁继续去攻击其他船只。迄时因伫咧距离海岸约3海里的所在。写甲落长哦，结果是看无介有吼，毋知你写啥。喂，我即马咧看，意思应该就是讲发生海战都安尼啦吼。即场战斗吼，持续约5点钟久，后来透起海风，就趁着风小可往海外去，甲已经严重损害去的船，特别是所有差不多是所有的桅杆吼。上围甲锁啊，拢被拍断的即个 Waterhound 号，重新甲修理起来，修理到佫会当航行。按照能力，甲即寡船只修理了后，决定要开动另外一只航往东京，伫咧本国月11号到遐的马岛，伫遐停泊。马岛毋知啥物所在吼，并且决议。Waterhound 号的下属乘务员甲 Voss 号的迄个校帮，明仔载要坐小船溯河上去，并且如此进行了。途中拄着一个官员，伊带领几只加利演甲其他船只，载约1000个士兵伫遐咧周围啦吼。因甲迄个校帮。接过伊的加利船神台语讲，等下吼，要讲怎样来看啊？讲即个因吼，就是下属乘务员回因以后，转去因遐了后所讲的吼。有时真正是看不起你写啥，逐字拢看有，但是就是毋知你讲，因为迄个人称代名词吼，这个机器数。一个他有伊自头到尾伊毋知你讲对者，即遮侪人啊，因哈，佮有因安尼，到底是你讲啥吼？这看无啦吼。要护航因到即个卡小遐
就是阮的上管遐吼，但是佫借口讲伫遐要甲因留2工，因此呢，上司的下设商务员就抗议讲，伊必须要继续伊的旅程，请求互伊会当离开。因此，迄个官员最后就准备好4只马，互因会当经由陆路上北，伫咧同个月18号到遐。伫迄个商馆看见下设商务员伊萨克高比俊、下级大工 Adam Davis 一个助理甲一个荷兰仆人，因换衫并且食一寡物件了后无偌久，一个王子的来使前来内侍吼，讲必须要随军队伊去见阁下，所以就该同上司的高比俊同齐去遐，到遐，甲因回航的缘故讲了，伊殿下就问讲，安尼其他的船只为何也无随溯河前来？因为即寡船只嘛是奉伊殿下命令出航的吼。我煞袂记咧讲为虾米因无做一个溯河前来，我袂记啊。拄则本来阁有想着，即马才实在袂记。因为伊殿下无看见迄寡船只，就袂当相信因所讲的含因的敌人江南人作战的情形，就回答讲，无因的人去带领迄寡船只，毋敢冒险溯河。起来，对此，伊阁下回答讲，伊的当家人会用因的加利言船去甲迄寡船只带起来，所以阁回答伊殿下讲，到迄当阵，到迄时吼，如果要航往台湾的季节风还未过去，愿意为伊无所有的危险。对此呢，伊阁下满意咯吼。所以就互因离开，并且命令因伫个过当日必须要搁再去。过当日就是7月19号，又搁去宫廷见伊阁下殿下。伊讲已经下令派几只加利言船去带着迄寡船只来。伫迄寡船只前来以前，要留几个新来的荷兰人做认质。对此回答讲，伊殿下真可相信因啦吼，不过因为途中已经被几仔官员耽误着几工，一定要尽量较紧派船出航，因为欠伤久，迄寡船只有可能会离开。迄时加利言船就会无带领阮的船只转来，所以含王子辞别，搁再转去商馆，过当日。搁有一个使者前来，搁再一次含伊去宫廷。王子讲，迄个因溯河上来的时，准备马，互因骑的官员，昨昏来咯，今仔已经互伊命令伊明仔载透早带领伊的加利言船落去，因为伊对迄条河上熟悉吼，并且命令伊甲因的船只。运起来，但是因当中必须要留2个人，就是大工，大工啦吼 ，Adam Davis 也会当列入迄个2个当中的一个，并且向因保证讲，伊殿下会对公司因此所遭受的所有的损失，以及对江南人。作战所受到的损失，会互因补偿，互因满意。所以，搁再一次实行转去商馆。即天暗时啊，所有的荷兰人拢被调换去王子遐，因此感觉真奇怪吼。你想讲用。你要讲用意不善，
是讲呀，下设商务员无法度承担伫夜间无互人看守的责任，因此嘛只敢若有3个人去遐来到王子遐的时阵，王子互因坐落来。讲调换因来别无用意，只敢若要表示伊是荷兰人的朋友而已，也看到伊的议员无囝卫士吼，卫士啦吼。演员早着各种道具真生动来表演各种戏剧吼，而且用即个食物甲饮料来款待因。安尼，伫个差不多是规个暗时啊，吼，一直到以因的方式上完所有的食物，这个是啥物意思？上完所有事物。OK， 因则真感谢规矩来识别，伊殿下就允准因离开。哇，对个落长，已经23分。好，继续看吼。过当日就伫咧共一个月25号，21号啦吼。中昼有一只咖喱盐船来上馆头前，荷兰人示行，然后航往下游。途中伫几个所在去潜着吼，伫本个月27号才来到迄寡船只遐，含因来的迄寡东京人计算所有的迄个称值空，然后就转去，随着转去陆上，决议也是要停，看是要停留到过当日，毋是决定也阁要停留到过当日，然后再航往台湾，乃如此进行。又阁报告讲 ，Waterhound 号伫澳门诸岛附近，因为伫海洋航行，离含伊分线随时会来取缔。即只伊含伊分线，即个伊是查某人的伊吼。无头无尾，毋知讲啥。对商务员 Antonio van Bronckhorst 的来批得瑟，自从 Elserac 先生离开了后，拢真认真来运用公司的资金采购4甲7门。伫咧7月初4采购了后，但是迄当阵对巴达米亚拢还未接到任何的消息。对迄当阵开始，不断来王子请求，会当允准伊离开吼，但是拢得袂到符合。伊各种即只是伊是啥物人？伊各种借口，甲五方的人漏掉的，一直到迄个月12号，正开始你讲伊讲迄个荷兰人吼。我煞袂记伊叫啥名，拄则读着讲。这段我搁来读一下。对迄当阵开始不断来王子请求，会当允准因离开，但得袂到符合。伊各种借口，甲五方的人漏掉的，一直到迄个月12号，才准出航。条件是爱下设商务员吼，含下个大工以及一个助理必须要留踮遐。对即个无理的需求，必须要甲接受吼。伫伊离开以前吼，把数次来伊殿下要求支付国王甲其他大官所欠的债务，但是拢无结果，所以爱延长到伊搁再转去遐了后，伫咧7月19号，伫咧纳马岛吼，伫咧纳马岛下面遐拄着上述的船只 Waterhound 号甲 Voss 号，听到顶头已经上述的悲剧，你要讲迄寡船长做了真侪代志，无按照互因的命令去普钦头前去停泊，去探听国王的代志。
嘛决议讲，为着要避免搁再一次造成对公司情况的不利，上述的船只爱听候因派去顶头的迄只小船8工，如果等到迄当阵也未看到迄只细只船仔转来，都爱出发航往台湾。命令第一代工担任 Waterhound 号的临时船长，伊伫个迄场战斗当中表现英勇。详情记载伫个该函，记载伫迄张批顶头就对啦，即嘛拢读袂着啊。今仔日行李人8个的篷船对巴达比亚来到遮，再来一张总督阁下含东印度议会诉其今年7月初6的批信，讲一旦有祖国的船只来到遮，就会再来新的现款等等。上述的篷船 Alkmaar 号含2只晚坎号拢出航前拢偏误，要去落即个Salamander 号所在来好呢。迄2只晚坎船是属伫行李人8个甲即个3岁的，大细一箱是1100担，另外一只是800担，这两个数啊，拢是做军队坎布迪亚来。8月17我都无爱读啊啦吼，因为28分啊，读到8月16吼。哦，即个1643年，安尼我敢若读到袂了袂尽的感觉吼。OK， 看卖啊。好 ，OK， 核桃啦。安尼我来关房啊吼，感谢各位，感谢大家。多谢阿关，多谢大家。